人的孩子，这只孩子好生离索。家里虽然有花容，分明是我亲手缝。实际已送临相公，为吾落在花园中。莫非是西城离人到邻家，私下送进小四东？小姐，西城，我来问你。小姐何事？那日我命你前往邻家苦人取歌，小姐吩咐怎管不去？送去哪几样东西？衣帽一套，鞋子一双。教育何人？邻家相公林公子林姑爷呀！快，此事何物？这凡不与我跪下。小姐，你错过人了。世上有哪里来的野小子，尽管是此大胆？西城大贼，小生就是临走的呀。临走的，原来是林家姑爷。哎呀，你怎会把在市场？快下来吧。姑爷，我家小姐在此。小姐，小生有礼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姑爷向你见礼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非婚夫妻初相逢，有话不知诉何从。只见他一身穿的是我送，我心中欢喜梨花红啊！哎呀，姑爷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离婚夫妻巧相逢，有话不知所从。一阵乘风作月老，我此生又是在梦中。心在慢慢敷衍中，小姐呀，你常为婚事心悲痛，今日里怎可相伴诉苦衷？姑爷呀，小姐不言你贫穷，今日你何不相对诉苦？
来，方知小姐偏心啊！与你两家早联谊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桌是文来事，相公有别挂在心。家门的父，你无是女及人情，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我只忙我才起身，家贫挑三过光阴，那一日体会脚比翁虚伪，路上迎人都太冷。说我天不平啊地不平，白天落雨白天淋，女婿将风挑三马，岳母骑马来又乘。他为家招来我娘亲，必须太师要拉婚，他只好是该修营，从此两家许断了心。相公啊，老夫前听来了婚，遇到劝我看高清，我傲情名呀不作声，将婚事死得三分分。原来是此。令郎啊，此地不能上太累，有人上起是非身，我心头只话多家明，你为家禀告老娘亲，虽说你期望千金，不是欺贫儿妇人。令郎啊，挑三生呀苦半分，你问着是生难当
每一小生领我哎，今夜三更就不上呀。黄金相交代，我花园等待西城哎，假意冒充林姑爷，怕他伸手要凭证，我把秋月王中警察偷出来，待等黄金到了手，又见逍遥都自在，都自在。小姐婚姻成了心，是诚心里也高兴。姑爷，你在哪里呀？先生，你在哪里呀？为何声音不像邻家姑爷？先生，我叫王军接我。姑爷，你将金钗接我。哦。
黄金万余里，只求你此次去问莫高人，莫高人。拿去，拿去。我咋走了，反而引起你心，不是躲在一边，岂可动静？
急急忙忙才远去。心花一落为家亡，
为我是此金花？爹爹，他怎么会在深夜被人所杀？儿啊，你又为何深夜来到花园，还不重视将来？爹爹，孩儿实不想我。不是我与琳琅花园巧女，想夜半夜陪谢成来刺杀经，谁知谢成他不用多讲了。林是林遭的这个畜生，怨我悔婚，心生得意，杀死雪城，盗走金银。爹爹，想琳琅那一家死神，身为满人爱民，万万不可冤枉好人。只可你这奴才不守规训，才闹得引狼失色。从此以后，不许你再下去了，以防家丑外扬。来人，有。速将薛成被杀之事上告开封府代理府尹薛昭大人，就是临昭的金府银雀杀死薛成，盗走金银，要他做那凶手临昭的。是爹爹，万万不可冤枉好人啊！把门关上。儿啊，你浑身是血，不要这个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哎呀，娘啊！今日孩儿心中烦闷，去到教院放风筝，花园巧遇王家千金，他让我夜半三更，想挣300两黄金，谁知到了花园，怕是情妇敲我为营啊！那时天上月黑无光，孩儿我没进园去，谁知这些半道滴在地上滴了一块，那些这样外他满身鲜血，他死在地上了。血印再作证，定是杀人犯，抓你进衙门。走，走。儿啊，娘。
林兆德，你为吾在深夜闯进王家花园，杀死谢陈丫头，小生冤枉啊！无杀，门上有血手印为证，有抄出血液剑，你还问地来吗？大人，小生有下京上禀，讲。灵王两家朋友群，遭得与小贼遭猎鹰。这位今年我家贫，那王城势力要拉婚。那天我郊外放风筝，花园里巧女望切近，相见不忘夫妻情，让我去人在山根，我也不爱莫好，今远去不知何人杀谁曾。一在世上，今在心，浑身鲜血在已经，慌乱匆忙为家营，敲门天上血手印，句句言语都是真，怪望大人生冤情。有病症，与小姐所人精彩一致。禀大人，方才在王家花园上万之时，死水旁边也是得精彩一致。呈上来。凭空争来生精彩，都叫我心中非你猜。世界相儿我心明白，我如今大梦放心来。说什么千金有情爱，恰原来是妇女传统将我爱。怪不得西昌是在花园内，怪不得想要故意曾经林兆德，你有招无招？冤枉难找。不用应罚，量你不招。来呀！有这当是日大班。是。一个，儿子，三个，四个。
无力真杀有道是在你心桥撒旦报天啊！平生我因为素待真，足与相邻可问来。挖了挖不难挖过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杀生杀人为了财，家中可与张人在。张令长在哪里？那样的事情咋人啊？不是小姐养我来，一杯真为院门开。这正是你们推儿的官吏。生命不是儿戏事，他人你身手开封要明察去啊，为民三元做自在。此刻血意受因不证据罪，你还滚枪毙！林兆德，你再不早来，难免被虐受苦哦！冤枉难走。来呀！有他应是是永英。林兆德，你有招无招？受因不顾。手！我女儿咋宋英，挖供上来。王公。手上一笔从前经，老是当自给这困清明时节，不清明，朗朗乾坤一忘恩人。临早的爱妃穷死身，家头没岁是爱问，想不到狂风骤起，小手印落在面，一日光门。王千军，杀非你家奴也，一诺千金，真为与
那个报销公党混了出去。是。项王臣不愧是本人首富，究竟是故。此案出在他家，故人怕人以高尚为名，前来当殿。王莽公道4年营，早日此战早成心。王臣既然礼让门，我真神水太去，做人心。来呀，神无名，临朝的满日黑明之恩，铁证之山，明日吾日三刻，帮扶发上，斩首示众。王一飞。曾记得那日夫妻花园外，压的三更去迎来，有才子谁曾冰空照射。琳琅
去准备相助自己，我要发上继父子。哎呀，你慌慌张张要到哪里去呀？今日里女儿要出闺门发上衣，三句三杯继父去。这天当上一台婚，领王两家做了亲。弟弟父与儿媳的女儿恰与夫妻情，邻家的外还不能，少得因为少得因，至今终须要受刑，怎可别家看高亲，皇家一灭最有劲，发上继父难容忍。当庭旨意不必改，你独老看着不费心，我要去要去，定要去，不能不能还不能。今日弟弟不放逸，女儿已死了三生。想我儿心境倔强，今日怎能让他健忘发上？好在无日一顾，穷归丧命。这他是为为心专一。秋月，你为小姐同去发上，几点之后，叔叔回来不得有福。是。长
小姐怎么将我家小姐藏到这里？哎，秋月，烦不快将这位老人家扶起。不，老身又是三生匆忙过路，伤到小姐。不是我赶路匆忙，将老人家上到雨地，放不记挂。秋月，快观望发上。小姐留步。哎，人家有事，你又多讲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身穿小服，前往法上，不知所及何人啊？面部相称与你无关。哎呀，小姐，今日法上这房，乃是我儿之走的。原来凡事伯伯媳妇有理，你莫非就是皇室千金？真是媳妇好。待我向西禀告。这看如今张有心，花言巧语谁相信？我兰家高上养精神，哪有功夫把家话听？世上只能高真，深情愿望儿重生。说分明讲公正，你们妇女要做到下层。世上只靠不正，有人黑的儿送命，老身忠贞是救星总归也要报仇恨，冤枉！父亲为小姐邻家将你当财神，何必再往法上引？秋月不知内中情，琳琅从此无敌心。秋月，快在我动营观望法上。神王贵邦法上，只需亲人祭奠，
待等武士一到，好跑上身，神头落地。是。令郎，谁管乱草发张？我家小姐王子千金前来祭奠姑爷，用力一击。方才我路遇步步将，我当途中苦涩是汪洋。直到夫君之母心，才自以为天亮。说什么妇女同满堂心上，可记得送一送到门前，我才要领把琵琶比家郎，与我比花园香呀神明亮，不是夫妻。
你没看不归房。第二章我死儿留下把发娘，望你照顾能做娘。第三章我死儿你莫再为我太悲伤，愿你家故事的郎
离都也下雨，小姐呀，就人百般埋怨里，我与你为人夫妻永分手。夫君连营三杯去，浮空虚情心散去。琳琅啊，苦儿老天父理与善良之人不罢休。怀里迎歌三杯酒，酒水进来我里外里，小姐呀，今生无缘再聚首。但愿来世再配佳女啊！耳边听得耳声淌，父子即刻随来到。只见那刽子手一旁在讲道，吓得我三魂六魄飞涌响，琳琅。小姐，高考医学而生，你将几万斤，你吃吧。我心事叫李日长，他听耳边声声淌。琳琅啊，但等你吃完一下后，再要相逢见不到。天边或在狂风起，飞速追上金銮草。天哪，莫非你也知琳琅受冤枉？那为何天下不公道啊？世人讲道，为吾夫人挽留眼神，基地未必，正色且慢。快去采来。大人严命，基地未必，快走。刽子手深深吹将，我这里心惊肉跳。狂风起，飞速追上。
客相依，遇上树必该必跳，只因为法上不再去万人，我夫妻多见面，也是好上礼完毕，为我这张日记将他滚出法场，快走！且慢，小女子上有一只鸡晚上未到过，休得啰嗦，还不快走！十不让我到过鸡晚，我死也不离法场。基本脱过，快走！在未婚佳期，往日千金，生气琳琅招得，哟，两家与你定亲，指望基老上层。西陵门里泥巴路，国王家在几心人，门无玉璧，贫富不等。老夫死里留下回呀太婚，妾身今从上司记入夫君。珍惜天赐良机，花园见面相压人迹。谁知凭空万物，谁曾悲伤？谁愿难生？而今你跑了清明四季，离了把法娘妻，苦怜我为披嫁衣，西穿小裙，哪来东望新婚之乐，为法上死别自己，无福琳琅。种子园责任大海，永难分离。却只恩披上的句，复日苦尽。
猜他快些。大人有令，快些！姑父，官府自然新规，王法无有分寸。经不起猎鹰，别公傲不是三考罗文，却当人渣，欲去难分，发上盘扎。哪里是什么基本？分明是在高声喊冤！来呀，有，将他轰了出去！四人一刀，鸣炮开刀！是。刀下留人。郑州坊两位进都中，有人拦轿喊冤，包大人有令，刀下留人，此案重审。
尽了表夫妻情。夜半花园万人明，你在须里可知情？不计西城转为一团花园芳自尽。索取高军府肃杀金无平是小姐，我愿呀他去望君，苦与何物做平争，恐怕一生神不清，一字经查将他审。小姐，我这里有2支金钗，一支是西城3岁的留下之物，另一支是林昭德在谢大人生他之日身上之物。我的杨万亲自姐妹，写出金银英勇相貌，可是小姐一般是比我秋意细心，我跟随小姐的气从，花园人精才娘写出几把里，我想写成他。老夫明白了。他夫妻长谈，曲中情。那旁隔墙与儿听。其实成花园曾经那一望客厅皆在起，桃菜杂片满在明，平是王夫之小姐秋月，我来问你，那这花园之中是你二人，与谢成、林昭德之外，还有何人？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小姐与万花园，是我们4人之外，还有一人。什么人？王府画匠张培章。张培章。
中随到王府所案家之宝金物品，请大圣过目。王臣奉敬，不正。你尽管府里随杀王庆府的。王臣送我金无兵，礼上往来无人命。你生不出真凶是何人？乱用金马谁不清？我看你满堂陈王不一文，这是晚上的故人，杀大此人上。洪生，查问此人名姓，丫鬟叫西城。西草地起小西城。一起谁上慢，地宝大这样一会儿，你我不需一日长住，可可速记不同。鬼，你们二人多心里过鬼事。心惊鸟跳不离。结局张丹丹不张哎，举不再让生一魂。
长辈在，你造得好。长辈在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。十字你们在明实心肠，害得我夫妻好气呀凉。他受尽牢狱苦折磨，我抛头露面去发上，实非来了包大人，原人害的父子家，我要进人家将这当。长辈在，既有你亲口所讲笔录，又有兄道张进为证，万不画供上来。画供，保证有其谋，我在地下得。听媒宣读。长辈在谋杀害民，嫁祸于人，谁给万事帮车出战？西朝代官开封，团长王法，发配边关从军。王臣欺贫纳婚，因为宫门当日牢房，令遭得负罪释放。300两黄金原物领为，责定即日两人与王家千金即日完婚。多谢青天保